来关心国际消息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今仔日要伫日本广岛広島起稿。美国总统拜登昨先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談。拜登表示，針對羅西亞入侵烏克蘭的行為會追究責任。美國總統拜登10日到日本，就先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談。岸田強調區域和平安全。拜登表示，美日合作應保護自由甲開放的國際秩序。We stand up for the shared values, including supporting brave people in Ukraine as they defend their sovereign territory, and holding Russia accountable for its brutal aggression. 日米同盟は、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礎です。また、日米関係は安全保障にとどまらず、あらゆる分野で重層的かつ強固な協力関係にあります。日米半導体協力の好事例としてしっかり支援をしてまいります。就美國官員所合表示，G7領袖要喺19正式開幕的時陣公布對莫斯科新的制裁，包含差不多70個參加俄國國防生產甲第三國實體列入惡名單頂。G7領導人陸續到會，岸田文雄佮英國首相蘇納克相並會談。這擺峰會主題放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，為了會討論可能加強對俄羅斯的制裁，對中國愈來愈強的態度，加可能不利奪取台灣以及更加廣泛的衝突等議題。公視新聞黃雲玲報道。